机场有一个外籍旅客因为拒绝检查行李要走出去，加在互航警甲撒转来，行李内底也发现有藏毒品。嘉义市沙哥溪头的餐厅，互消费者指控这食室内底有加纸，也有人塑胶袋啊，业者回室的卫生局也去稽查，要求改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昨晚是有一个外籍旅客伫咧过海关的时阵呢，因为拒绝互人家检查行李，所以全一路对管制区冲出去到停车场，加在真紧就互航警局的人甲撒转来。这行李内底也发现是有藏毒品的。啊，若航警走出去抓人，这也是高雄机场53天来头一届。高雄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一个穿乌衫乌裤的人雄雄公公走对外面去，后面有2个人手拿笔拿挂捉出去。边仔旅客看到这颗办事，拢随动点。高雄国际机场日一晚到雄雄出现一款走烧肉的画面，有民众拄啊，搁在排队等停车讲，有看到远景在抓一个外国人，不过无清楚原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押回来了。对。那他身上有带什么东西吗？或是没有？没有看到，他就空手，就是很刑警把他押进来。警方表示，即摆外籍个查甫人伫咧入境通关的时阵，海关人员因为感觉伊的行李检查无啥对当，所以要求其去检查台复检。不过嫌犯一直下体无愿意配合，探入境的人顶过来，行李一拍开，起卡就拢，一路冲出管制区，走到外面的停车场去。加在警方甲海关人员拢真猛扯，连伊都甲嫌犯抓转来。这嘛是高雄机场开办国际航线53年来，头一摆有嫌犯诈毒拒检冲出管制线。迅速在约3分钟围捕制服犯嫌。该男子因涉嫌携带违禁品入境，已触犯刑事法相关罪责。本分局已依法逮捕该案侦办中。因为台北捷运发生攻击事件，这阵大家对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拢真重视。警方表示，事后确认嫌犯的行李内底有藏未少毒品，目前专案也依法侦办。另外，航警局要针对国内机场提升安全维护的级数，派警力加强戒备，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雄场报道。好，这几天来，这大众运输拢真紧张，亲像呢，这台北车头就是因为顶礼拜来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了后就有人随伫线顶来发布恐怖言论，这警方是随出动去抓人，落尾法院是裁定羁押禁见。另外呢，昨是有一个这高铁的旅客，伊讲这车顶互人家放炸弹，加在后来证明是假消息。坐高铁的旅客听到需要落车的广播，熊熊沙无涨，内底的人连咪就走了了。警方一个一个找，12月21日下晡，高铁台南站接到通报，有人讲高铁833车厝会爆炸，警方随到场处理，事件造成车帮延误差不多10分钟。本分局立即指派左营所及侦查队人员，会同高铁公司人员对833车次列车进行全车安全检查，均未发现危险物品。本分局已将报案人童女带回调查。依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嫌加以逮捕。警方随甲涉案的姓彭的女性带转去调查，也通报台南市卫生局到场评估精神状况，信后照刑法恐吓公众罪甲上班。不过，即马是民众对公共安全真敏感的时刻，所以还有人伫社群平台大文咧恐吓。检方认为这大文已经严重危害着社会大众的安全。12月2日，甲相关单位拘提这涉案大文的姓张的男性。认定张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有事实足认为有勾串共犯、逃亡及反复实行恐吓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昨暝裁定伊羁押禁见，检方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伫咧网络也是社群媒体打文、留话，也是转传任何恐吓公众安全的言论，才免犯法，而且造成社会的惊吓。就算是作业，也要付出法律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线顶呢，就是查到有人是写讲，伫咧12月25的时阵，要伫咧高雄车头来发动愈恐怖的事件，这是引起社会的惊吓。目前这警方是有抓到一个这转传文章的嫌犯，问话了后是以5万块互交保。好，来可以走。嫌犯和调查局人员刷转去台北随机攻击事件发生了后，有网友以越南 IP 发文讲，如果要伫高雄车站发动更加大事件，文章互侪人转传。检调20锁定其中一名以新办的户头号码转传文章的姓陈嫌犯，具体到案，并且继续追查原始的发文者。台湾高等检察署为避免恐怖攻击事件发生，责成全国各地检署成立应变小组，
本署与辖区检调联等单位成立联系平台，以预防恐怖攻击事件发生。虽然嫌犯被认定涉嫌恐吓公众者罪嫌，审问了后以5万交保。为了强化治安，原本透早就情况的高雄站下面的空场，代替明年也为连接空场的电扶梯加装管制门。目前就是软性的管制加上我们的保全形式。那我们希望说，明年度能把这个硬式管制门把它专设完成。恐吓文章引发惊吓，刑事局强调，网络发文拢有数位记录，会针对恐吓社会言论启动侦办，绝对袂原谅。也来高雄圣诞新华节这大型的活动，这2天也4个人看到巡逻警察，警方甚至出动空袭机对上空来掌握人流数量甲现场的状况。警察局、经发局以及捷运局等相关市府单位有成立联合指挥平台，我们会全面做人流、车流的监控，并机动来做警力的部署，还有调派。还是会注意一下，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什么人群有在奔跑什么，还是要小心一点。随机攻击案件，让人民警觉性提悬。那高雄有游客20日台南美术馆旅馆看到不明的烟雾，官方甲当地人澄清，水雾是日本木雕艺术家的地景艺术作品。开馆日都会定时来释放烟雾，不过若是经过人看袂清楚，就会随停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关心的就是这查甫囡仔凯凯互人虐待死亡的案件，即马专案呢已经上诉去到台湾高等地院，今仔日辩论终结。这民间团体甲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如等人呢是呼吁讲，这囡仔人的性命无应该互人家看轻去，所以希望理性袂当轻轻啊放过。如果轻判的话，二审如果轻判的话，我们应该做出一些动作，让司法听见我们的声音，让政府知道人民的愤怒。更希望的是不要有这样子的孩子再受到虐待，所以包括说从儿少安置机构如何能够让它更完整，这个系统如何能够让它更保全。这姓刘的年宝姐妹仔呢，伫2023年的时阵是涉嫌甲1岁的查甫囡仔凯凯甲虐待死亡。一审这阿姊刘彩萱呢是判无期徒刑，体罚公权1世人；也那小妹刘玉玲呢是判18档。专案即马上诉去到高等地院，辩论终结了后，会阁通知这宣判的日期。另外来看这嘉义市真有名的沙哥鱼头的这餐厅呢，是互消费者指控讲，这食室内底是有放胶纸，而且同一天都有2件指控。另外呢，嘛有人客是买到这食室内底竟然有淋这塑胶袋啊，嘛因为这食安的问题是小煞安尼逼出来，所以业者是赶紧出面来回室内，也那卫生局也已经去稽查要求改善。餐厅的员工无因咧做消毒摒扫的工作，家己知名的沙哥鱼头餐厅。昨有人伫网络顶面发文讲，食室内底有胶纸了后，陆续阁有人分享伫同一天，同款买到内底有胶纸的食室，甚至阁有人分享在入买时嘛发现有塑胶袋的状况，连续发生食安的问题，业者嘛出面来回室内。针对顾客所吃到的这些异物事件，来好好的谨慎处理。那也希望呢，对顾客呢做出最安全的做法。所以我们全面的检视我们所有门市的流程，包括整个内外场。还有我们的进货来源，也希望能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让顾客有一个交代。那我们也会负责用标因应会时啊，哈，那都刚刚能够求进步改善，这样雄厚啦。就是不小心，然后跑进去，如果是改善的话，还是可以啦。业者表示，为21暗时开始到23，全部的店面拢会休工来进行店内甲店外清洁消毒的工作。嘉义市卫生局表示，知影有这件代志的发生，21度已经有派人去稽查，嘛要求业者要改善无做好的部分。那现场呢是没有发现有病危的情形，但是有发现一些环境的缺失，所以我们也立刻辅导业者，那开立限期改善单。卫生局强调，会继续来了解业者所来改善的状况。嘉义市这间沙锅鱼头店真出名，业者表示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非常歹势，一定会加强环境甲出菜时食品卫生的流程，希望同款的代志袂阁再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台中的西屯呢，有一搭这过路人咧行的这花条线，伊是设计做 Z 字形。这款设计就是为着要互人过车路的时阵呢，会当互一寡较侪岁，也是讲行动不便的人，就会当慢慢啊过车路。也毋过其实事实上呢，煞定定有这乌托邦是违规伫中央安尼甲乱过，提醒民众这款行为是有可能会食1800块的罚单。
骑车来到路中停等，发现对向无车，随行出去。不过详细是来看，这毋是泰山区，而是行人过路线中间的庇护岛。代志发生第20暗时10点外，地点伫台中市西屯区市政87路顶面。违规的人是有样看样，骑车是一台煞一台一直行出去。看到民众感觉危险，将影片翕来，放伫网络引发议论。我有看到，因为我当初我自己在过那个行人斑马线的时候，有机车就是这样过去，我自己有经历过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恰当，因为这个是机车没办法走的，所以他跟行人这样子一起过去是蛮危险。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怎么说？就是因为这样穿过去，可能行人也没办法注意到，因为而且路很小，那中间蛮小的。实际上来到现场看，行人过路线伫个市政87路甲惠中里街口，设计互过路人李字形两段式经过段路，中间庇护都有以铁栏杆明显分隔。当地我两间有名百货公司甲台中市政府，虽讲假日人真多，就民众捌过大路时，拄到机车伫边仔抢路，真危险。警方决定来开罚。驾驶于行人穿越道行驶机车，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处行为人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民众切勿因贪图一时方便而违规。警方讲，骑车骑伫个行人过路线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应处行为人6000到1800块以下罚款。呼吁民众毋通因为贪一时的方便来违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即马为着要来协调这俄乌停战，美国的中东特使魏科夫甲川普的囝婿库许纳，这两个人呢是连续2天甲双方的高级代表来会谈。这会后，美方是表示讲，这会谈呢是将有效果，嘛将有建设性。也毋过，罗西亚总统普廷的外交顾问伊煞认为讲，其实这种会谈对和平并无帮助。美国川普特使魏科夫甲川普的囝婿库什纳连2日伫非洲分别甲俄乌代表会谈了后，魏科夫伫 X 平台发文，表示即摆的协商重点是乌克兰、美国甲欧洲之间的共同战略方针。虽然伊俄罗会谈真有成效，也有建设性，也毋过伊文中完全无提起罗西亚。即摆的代表普廷来到美国非洲的特使德米崔耶夫，昨年捌伫美国斯坦福大学甲哈佛商学院读册。会当讲是普廷身边的美国通结束2日的会谈，伊完全无发表任何具体的看法。Кирилл, разжигатели войны не смогли помеш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Не смогли, все хорошо. 顶头是普廷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厄夏科夫会谈结束了后，对外表示，欧洲甲乌克兰对美国提案所做的条件，看不出任何提升和平的可能性。虽然普廷19日莫斯科表示，准备甲英国、美国参规个欧洲合作，也毋过其实要停止这场明年2月底会进入第5年的俄乌战争，并不是遐尔简单。华南市电视台最近访问6位，真知影美国情报的人士报道，到非洲迈阿密会谈进前，普廷的布局犹原完全看不出伊有任何放弃夺取乌克兰领土的想法。顶礼拜，在伫欧盟伫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同意提供900亿欧元无偿贷款给乌克兰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公开说服欧盟成员国要甲普廷重新展开对话。Je pense qu'il va redevenir utile de parler à Vladimir Poutine, oui. De toute façon, je constate qu'il y a des gens qui parlent à Vladimir Poutine. Donc, je pense que nous, Européens et Ukrainiens, on a intérêt à trouver le cadre pour réengager cette discussion en bonne et due forme. Sinon, on discute entre nous avec des négociateurs qui vont seuls discuter avec les Russes. Ça n'est pas optimal. 随上徛伫普廷进前捌表示，愿意甲马克龙对话。法国已经咧做甲俄方协调上好的正向方式。对此，法国总统府强调，任何甲俄方的对话，拢会伫泽连斯基甲欧洲朋友完全知影情形之下进行。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另外来看，这印度东部一座机场呢，伫12月16日的时阵，竟然变做一个大考场，有超过8000人是来参加这地方志愿警卫队的招考，不过名额煞干那187个尔。看这场面遐尔大，其实呢，为着这场考试，这官方要着出动无人机来监考。超过8000个找头路的人，甲奥里萨邦这座备用跑道期间满是参加志愿性协助警察组织的地方志愿警卫队的考试，争取辖区内24个警察分局，拢总187个名额，录取率大概2.3%。报考的资格上加教育学历是必须爱完成初级小学，
也就是5年的学业。不过有真侪报考的人拢是大学毕业。有的甚至是硕士、管理也是技术学历的人，也就是因为考试的人数真侪，所以借用这座主要支援小型飞行机，或者是有当时做军事用途、无定期商业航班的机场来做考试的所在。考生90分钟内要完成笔试，过关的人才会使入去体能测验。规个考试过程用无人机专程监考。这场考试反映出印度青年失业危机，技能甲就业机会是斗袂罢。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失业率更较悬，大学毕业生学习理论较侪过实务技能，无法度做制造业，也是科技职位。高学历的人甘愿失业，嘛无要做较低阶的工课，所以会当看到真侪青年参加像地方志愿警卫队这款的公职考试。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印度15至24岁失业率在2023年是18%。也若私人智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指出，印度规个失业率疫情进前是敢若6%，2024年是8.5%。阿里萨邦地方志愿警卫队是合约制，逐工的津贴大概是台币260块。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有一间酒吧，伫拜六的时阵天还袂光发生枪案，迄当中有12个凶手是雄冲入去内底安尼乌白单，隆重造成9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因为目前这凶手也袂抓到。大阵的监视人员进入案发现场，受损的车辆当要互人拖走去。这间伫约翰尼斯堡高挂的酒吧，12月2日天还袂光，雄互人直直甲开枪。Sifika nangempela masivula abantu balele sizame ukubathutha abantu sibathutha ngekeriva sibamawilbhara sibase eklinikhi。警方表示有9个嫌犯举9公分的手枪，一个人举 AK-47 步枪，部分是挂柄打，清楚伫证人离开现场的时继续乌白开枪。10 males alighted from those two vehicles, unprovoked, just randomly shot the patrons, and out of that. 3 people were shot and killed there, 10 were injured. And in that process, 2 other people tried to run away. They got into their black wolf that was here. They were shot and killed while there. 3 other people also, with the group of other people, they were running away. 3 were shot. 警方补充，有2个受害者伫走离开酒吧的时阵被弹到。第3个受害者是一个拄伫附近载客线的客停车司机。这已经是过去3礼拜以来南非第2届酒吧的枪击案。南非是全世界谋杀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官方表示，警方资源无够，人力无够集中，呼吁军方介入保护居民。根据警方的数据，今年4月到9月，平均每天有63个人被杀死，原因一般拢是冤家、抢劫甲殴打暴力。这个案件犯案动机不明，目前已经开始抓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选美比赛摕到冠军的芬兰小姐，伊顶个月呢是因为伫咧线顶来打一张钓目尾的相片，边仔呢佫写讲是咧甲中国人食饭，这是引起族群歧视的争议。主办单位是认为讲，伊这款行为呢已经违反着选美的精神，所以决定甲伊芬兰小姐的头衔甲摕掉。芬兰小姐扎夫斯今年9月得到荷冠的时，欢喜甲目屎干目钱。不过，却因为一个动作，互真无简单得到荷冠乌有去啊。问题就出自顶个月，伊伫社群平台抛出这张用手指揪目尾的相片，文字说明写甲中国人食饭。揪目尾的动作自来访认为有歧视亚洲人的意思。进前瑞士精表品牌 Swatch 推出无一字揪目尾的广告，就互抗议辱华随落价。2021迪奥这帮 BB 感的摄影作品嘛，捌惹到真侪中国民众。这回芬兰小姐类似的举动，虽引发中日韩等国民众的不满，甚至呛声要抵制芬兰航空。选美主办单位将其尾以违反选美价值为由，撤销伊的荷冠头衔。扎夫斯尾辩解，伊迄阵的动作是因为食饭饱头咧痛，咧软捏边边的时阵去揪着目尾。相片的文字是朋友加的，毋是伊的本意，这样引起真大反弹后，伊赶紧回失咧。其实扎夫斯的老爸来自东欧科西亚，老母是芬兰人，伊嘛歹披露家己遭遇歧视的经历，哪会阁有即种行为，是互外界撒无掌。
不过，伫查夫斯失去血管后，煞有2位芬兰右派国会议员嘛，甲 Q 目母的相片抛去网络，表示消停。这个风波持续烧起到政界，芬兰总理厄尼波嘛看袂落去。16号伫一场欧盟会议接受访问的时，表示 Q 目母的动作空坎佮白痴，已经伤害芬兰的国家形象。公司新闻暂回应编译。当来看咱国内这台北捷运随机太人案过了呢，今仔日是第一个上班日。台铁随接到通报讲，今仔日下晡1点半的时阵，捷运会发生爆炸。最后台铁呢是唔敢大意，加强戒备，预防搁再发生悲剧。警察提醒在台北车站大厅来回巡逻，都惊有公安意外可发生。因为台铁接到捷运警察通报，有民众有告日下晡1点半，要抗早大伫捷运系统内个引爆。台铁公司唔敢大意，已经针对甲捷运系统用站的台铁车站加强戒备，提悬警警率。今天从台南上来，然后就还是必须要搭交通工具啊，对啊，还是会觉得就是怕怕的。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随机伤人事件发生了后第一个上班日，捷运系统各路线拢正常，早起6点到8点的分量，维持伫18万人次，甲平常时同款，无明显的差别。下礼拜有跨年等大型活动，会加强演练，增加危机应变能力。本公司会结合警察、消防单位，近期举办一场，举办大型的一个演练活动，在营运时间来举办。来增加我们的危机应变能力。受伤民众内底有一个人是已经通报，搁食药稳定控制艾滋感染者。代志发现时阵，老人互火喷着，不过还未看医生人引卡1922防疫专线咨询，必要时阵爱伫72点钟内有风险食药来降低艾滋感染的风险。卫福部表示，已经个位数比专界医疗院所进行评估。这2天以来，大概接了21通的电话那多数都是担心，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少数大概几个个位数，那么有投药的情形，预防性投药的情形。卫福部强调会重新检视社安网，各调整相关政策，另外会避免模仿效应拖开台湾高检署已经成立多组应变小组，执行全国各地方检测署，马上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落实武警通报处置甲宣导等应变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场发生伫台北的攻击事件，迄当阵呢有台大病院的医生老爸甲查某囝，2个人拄好经过这现场，所以随加入去斗救人。这市长蒋万安今仔日呢是亲身去到病院当兵，甲因说道谢。也来另外一个为着阻挡这嫌犯不幸牺牲的疑先生，这市政府是表示讲会分1100万的慰问金，也伫车站内底采纪念碑，争取互伊入去中烈士。好，我就是要很谢谢你当下，就是我选择中心的时候，又给我加强信心。心肝充满满满的感谢，敬畏时心向救命医师表达敬意。台北市长蒋万安伫下晡来到台大病院，当面向2位台大医师来致谢。因为台北捷运进前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伤者黄小姐接受台大病院医师颜瑞生、颜君荣护理，第一时间来抢救，才保掉这性命。受伤的民众他可能也很慌乱，也不太了解说自己到底伤害的情况有多厉害。那当然这个时候有医师帮他做评估，让他知道说对你的情况是稳定的。因为事发当时，伫台北捷运见义勇为的4亿民众，台北市府讲保险理赔甲市府提供的补助金总计是1100万块。也伫台北捷运设立纪念牌，也向中央争取保养令立中烈士祭拜。应该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为了悼念这摆攻击事件不幸的罹难者，台北捷运调工伫事发地点设伫悼念关怀专区，后面将有一个表达哀悼、情绪安抚的公共空间。但天也宣布，台北车站大厅的圣诞树关顶3天，为失去的性命默哀。卫福部宣布会针对这事件提供每人300免费心理咨询服务，预计实施到明年2026年底，而且无限年龄、捐款认定。因台北市卫生局也已经启动24小时安心专线，来提供民众及时的心理支持。目前是有4位民众进线。一直持续的看到这个相关的影片，有一点心悸、紧张、不安的一些状况。另外，伫法律的层面，台北市社会局甲法务局合作，针对受害者由社工转介律师，会以一案一个律师的形式，来提供这个免费法律的咨询甲保险给付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中华关注，去年宣布要伫咧丰原梨林迄带来起火葬场了后，这争议呢是直直拢有。今仔日是第2届这环评审查会议，反火葬场自救会甲环保团体嘛来到现场，因是认为讲这选地点的过程是有疏失去，而且呢这梨林到丰原其实这空气污染是真严重，所以并无适合来起火葬场，要求县政府得爱赶紧撤案。梨林丰原反火葬场自救会百外位民众画口号，要求县府爱撤案。中华县政府去年宣布要伫丰原乡草湖南段228至2号的土地起火葬场，8月进行环境评估第2届审查，但是自救会认为选地点的评估报告过程有空棚，嘛已经向地检署申告，定在不实。我们很强烈怀疑说，他们这个老早就内定好了。选址是一个射箭画靶的一个问题而已。我们也希望说，环评委员能还给我们那边所有居民的一个安全，还有选址的一个真实性。在这个地方5公里之内有方面工业区，还有20中客、20禁区，但是健康风险并没有把它纳进来。我想这个很多的东西是低估的。那我们这边空污本来就很严重了，不应该再增加了。环保团体指出，中华火葬场预定的地点距离当地的涂料工厂间隔无够500公尺，已经违反殡葬管理条例，而且空气污染无踏入附近工业区的污染源，根本无顾虑在地民众的健康风险。对此，环保局表示，拢有针对火葬场附近做影响评估，会交予环评委员来审查。周边这块这个敏感的这个所在，拢有去做这个影响评估啦，针对这个污染加成的部分吼，县府嘛提出方案甲措施啦吼，绝对会保证咱这个对咱环境吼袂造成真大的这个影响。中华县环保局表示，审查会议拢是邀请外部的专家学者，绝对公正审查。嘛强调开发申请的内容一切合法，开发案属于公墓用地范围，所以参其他设施无限制距离的问题。若审查结果按算下晡才出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云林县大溪的新兴养殖区呢，遮的面积是有300多公顷，大多数拢是饲蛤蟆的。边仔有将近2公里的布花，也毋过因为这布花呢已经超过20档拢无整修，所以便若拄着风台，就甲一堆这土石拢甲扣落来。这县政府已经甲中央争取这2亿外的经费，按算后年的时阵要甲布花提悬到6米。强烈的东北季风和海涌一直线，布花边的大粒石头嘛刷位，甚至有的是落靠布花边的大路。当地民众烦恼这有危险，佮惊讲风台若来，布花放去，气温会有损失。改善真好啊，无改善袂使，无改善会放去，嘿啊，拢搬快啊，水伤大啊，换伤低啊。因为海水来，海水头石头悬嘛，啊，落来放落，然后规片统拢平啊，规片这300几公顷，也统平啊。云林大溪新兴养殖区的面积有300多公顷，大部分拢是饲蛤蟆，边仔布花差不多2公里，因为地层下限年久失修，只要撞到风台或者是东北季风扇大影。规个养殖户都爱烦恼都会登去，所以云林县府向中央争取2亿1千万要来修理。这次一个工程是循灾后复建向中央来争取，然后我们就一并将2公里一并做整体的一个整治，然后给它加高，然后增加它保护标准。云林县水利处讲，这个布花原本干那4米5，会搁到 L 型的房啊，互布花提悬到6米2。布花头前会搁贴石头啊，减少海涌的冲击。挖路这边嘛，佫会用安稳土框起来固定。工程估计伫2027年年中会完工。公司新闻王伟阳云林报道。考虑到这物价的成本甲服务，对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始，这屏东县呢有2项这交通运费要来起价。这公车呢是对110块调到20块，另外计程车的部分呢是比较这附近的县市要来调整计时运费，还佫有专管的停班的时阵会加收50块。这县政府是提醒民众，要爱注意新的收费标准。
各大台车咧排班，客运车伫大路来来去去。最近屏东县政府公告，对115年正月初一开始，针对2项交通的介绍进行调整。一项是客运车车速无到5公里时，对原本的150秒调整成100秒跳5块，暗时缩短每83秒跳5块。若当着宣布停班停课，阁会当加收50块。毋过有司机还讲，秒数其实差无偌济，而且阁要纳调表的费用。所以讲改表，阁叫验表，我那个加开500块，我开500块就变成无意义啊。实质上是帮助一点点，真的没有差很多啊。政府规定我们怎么跑，我们就怎么跑。另外嘛，调整介绍的是省员公车，原本一抓10块，明年开始起做20块。目前屏东县已经完成34条路线，当年服务超过10万人。县府表示，这摆调整是考量物价和营运成本，而且普爱卡、敬老卡逐个月点数提悬到1000点，入卡了后，阁会当使用点数落去扣，同款是10块。优惠价10元推广到现在，那县府考量我们的路网持续扩充到目前34条。以及我们的社福卡从500点提升到1000点等因素自明年1月1号开始，小黄公车费率调整为20元。县府交流处表示，省员公车对2018年开始推售，调整成20块，嘛是阁比公车较俗，而且路线和车帮这几年拢较稳定啊。希望这摆介绍的调整会当兼顾民众负担，以服务永续，互屏东坐车阁较利便。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政治界的消息要来关心的是，这宪法法庭5位大法官呢，顶礼拜是判决这宪诉法修法是违宪，这是引起在野的不满。所以国民党团今仔日是来告这5位大法官，讲因枉法裁判罪。另外呢，针对着这弹劾赖总统的行动，在野阵营是预计明仔载就会摆案，上紧这礼拜5就会提出司法表。知法犯法，判决无效。无认同宪法法庭5位大法官判宪诉法修法违宪失效，立法院国民党团22到北检对大法官谢明阳、吕泰龙、蔡彩珍、陈良武、尤必祥提枉法裁判罪告诉。就算你不根据新的宪诉法10人的标准，原来的宪诉法也必须要遵守现有总额的2/3。才能够开会来议决、告发、检举这5位违法滥权的5位大法官。不要抓做谁喊抓谁，支持宪法法庭。国民党团提告的时阵，现场有民众抗议批评拿下，和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另外，在野立委也不满呼吁外副署外执行在违法修法，提案弹劾赖总统。按算23伫立法院定数委员会摆案。上紧26议会提立庭表草案，会伫全国办公厅会邀请被弹劾人赖总统到立法院说明。那我们预计应该是在明年520左右来进行有关于弹劾的投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宪政程序。蓝白联手启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次的弹劾总统案。而他们心知肚明，他们在国会并没有足够达到2/3的席次，所以这是空抛弹的弹劾，这是虚张声势的政治动作。民进党立委反击讲，若被释出无法度互弹劾案成立，只是想要用弹劾停诉，互赖总统接受立委的紧问急答，了解一直互相过招，对立的情势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真侪哪位进前拢去到中国来参加这厦门台商协会的活动，这是引起社会讨论。也哪位呢？洪晓玲伊是强调讲，其实伊是自费来参加这活动的。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是要求这相关的委员呢，伫咧返来台湾了后，一定都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因并无去到中国来领纸，而且呢，嘛唔通搁再阻挡国防预算。国民党立委洪晓玲及透过面册分享去厦门参加台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33周年庆祝活动，佮副市长甲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孝严的合照。除了伊以外，也有媒体报道参加立委国父林志明、邱淑华、叶元之、郑正琴、卢玉玲、涂宽吉7人。民进党政府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大陆事务，那对于这些愿意奉献心力、关心台胞、关心台生、关心台商的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又要扣上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没有鬼鬼祟祟附中这件事情，就算去中国大陆也是光明正大。我们是自己
自费的行程，这个难道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陆委会，你今天做不到的事情，让在野党的委员们去做，你应该是给我们肯定，而不是在那里阻挠，在那里抹黑。但有点承认，但邀请其他拿会，洪耀贤强调是自费参加活动。民进党伫县党团要求相关委员等下台湾了后，用实地行动证明并无去中国领事，唔通够主动去中国报备国安法案，甲国防军备无算。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名去中国的这7位国民党的立委，不管你们是去单边跟台商交朋友也好，还是要去跟中国台办人士见面也好，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接受任何的指示，回到台湾来，到了立法院，在明天召开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看你实际上的作为有没有将附中报备的法案纳入审查。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如强调，立委去中国立款的国安法案，伫真济委员提案之下，已经做到主动751摆。这报备机制，敢若是提醒风险，毋是许可制，也无限制委员行动甲言论自由，以援护国民党全面来反对。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枪仔咧讲台海局势，这中国的网红呢，伊讲伊家己是讲实在话的饲母人。伊表示讲，若像有接受到这中国情报单位的人呢，叫伊来散布假消息，就是为着要来批评台湾的军事。或者是分析讲，这就是中国的认知作战，就是要来扰乱民心，所以提醒大家一定都爱看美册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更新一下大罢免之后台海局势的可能性走向。调拍影片分析国际军情甲台海情势，意是海外中国目前讲真话饲母人。饲母人最近公布一段，亲像中国情报单位中间人，想要招募伊的对话录音，要求伊散布网络舆论，批评台湾军事部就此打击台湾。你只要客客观观的谈这个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军事方面有不足的问题，搅乱台湾内部对自己防御的那个信心。KOL 也就是一些社群媒体的红人，企图透过收买的方式来传播错假讯息，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只是更为精致的。学者分析，中共即马的大瓜山认知战，看到社群媒体的影响传播力，目的就是要扰乱民心。面对中共文武强悍，咱国一直强化国防力量，向美国采购煞一直延迟交会的66架 F-16V。布拉克70战机其中一架双造型机，头一摆风翕到伫美国进行地面测试，其身顶的国徽甲旗号611清楚看得到。进到厂里面开始组装的有54架了，这个进度其实是一直在赶工。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国政府提出非常严重的关切。飞式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提早到这个月会开始来进行。中日空军表示，继续督促厂商官工中12月也会做飞行测试，2026年全数完成交运的规划不变。另外，拄到中日关系紧张的时阵，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系密切的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立意去带团访问台湾3日，有计会见赖总统。所落来日本朝野也会有我30位国会议员陆续访问台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仔日是来审查农民退休镀金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这老农津贴正做是公众的焦点。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讲，若准条伤悬，安尼可能会乞丐着其他整体经费。调整都牵涉到经费，那我想委员的版本我们都尊重哦，但是相对的额度如果太高的时候，那我想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经费的一个安排。那我想这个部分，我想后面还会跟委员做一些讨论。陈俊贵是强调讲，这津贴的调整呢是看办着这政府的财政，后手会伫咧经委会甲其他的委员来进行讨论。伊嘛强调讲，这农业部呢已经研议这官方的版本，也送去到行政院啊，内容是针对这发放的这个额度呢，也有排付的条款，拢有做出调整。再来看这台东县，为2002年开始到2024年呢，是依次这全国是唯一这出世的人口呢是正成长的这个县市。县政府为着要来拼这生育率，是去年搁再提悬这生育的这个补助，即马又搁加钱啊，伊提供人工生殖的补助是到12万块。目前呢，这是全国补助上介悬的地区。
台南县卫生局22早起举行台南市卫生局改建落成典礼，提供市民更加好的基层预防医疗保健。官府也同时宣布新的生育补助措施，明年开始提供未生翁仔某人工生殖加卵子冷冻补助，总共12万，只要涉及伫台南县就能领补助。这个补助方面哈，在县内县外只要合格的这个医疗机构哈，它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在要实施前，我们在财务规划上都是已经审慎去实施，去了解，请大家放心。卫生局讲，台南县提供的卫生生育补助，这嘛是全国上悬的，而且台南县的妇女自生囡仔、请囡仔，拢有各种无同补助。这么讲提供准妈妈第3包，各类生囡仔的福利正多样。这个需求应该是非常大的。那或许是在这个经济压力上，然后没有办法让这些年轻夫妻去做这样的事情。卫生局讲，台南县医疗院所这嘛是无提供冷冻卵子加人工生殖的服务，而且冷冻卵子加人工生殖的费用若加起来，差不多要30万左右。官府这边提供12万的补助，若搁加中央另外补助，会当大幅度降低少年未生翁仔某因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中计院是来公布2020年台湾经济局势，讲这明年呢是因为半导体需求要是真大，所以经济成长率是预计有3.71%。也毋过，得爱注意这关税等等对全球的影响。另外嘛，因为这产业呢出口的这结构是无啥共款，所以石化甲金属制造业对经济成长的感受可能会加较差。年尾中研院发布上升经济预测，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达到7.41%，上修4.48个百分点。展望2026年 AI 相关产业扩展，继续强调台湾外需甲投资，预计经济成长率达到3.71%。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上面，他们发现说，在2025年整个的半导体的需求大概是22.62，但是在明年的需求事实上会来得更高，可能稍微不太好的产业，大概应该还是落在石化，还有就是在金属制造业上。学者形容2026年分开未正月食以现，虽然半导体出口有维持通胀的趋势，不过也是有对顶关税可能影响全球通膨。也有232条款，那推进可能改变大厂投资生产布局等无确定因素。另外，产业结构无同，可能造成对经济成长感受度差别大。另外，在民间消费的部分，中研院预估2026年有希望温和成长，达到成长率2.13%，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达到1.6%。平均上升幅度，预期的变化是1年后的这个数字。那今年在调查的时候，这个数字明显掉到8.9%，这是第一次这个数字掉到2位数以下。所以确实这个通膨压力的缓解，消费者预期生活成本中交通甲能源的经常性开销起伏达到15.1%，食物包括外口食的开销可能达到12.3%，徛伫高档。不过厝税甲房贷开销预期起的幅度是2.6%，比去年降1.8个百分点，显示房屋相关开销起势有希望较温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份教育部的统计，这校园性骚扰的通报案件呢，民国110年的时阵是1万件，一直到113年已经超过2万件。学生代表是认为讲，这几当来是因为 MeToo 的事件，让学生愈来愈有性别意识。也毋过，其实有教师工会是表示讲，这案件增加呢，是因为有一寡师生之间的冲突，有学生呢卡袂到，就去通报性平委员会。今年5月份的时，金门县、金城各中老师出的国考题目出现真侪粗鲁，甚至违反性别平等歧视的歹听话，引议论。校园内性平意识愈来愈进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校园性骚扰的通报案件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伫110年是10300多件，到113年已经有29000多件的通报案件。在我们受过在20年的性别平等教育，其实学生的意识、性别平等职能的意识可能会比老师还要进步，所以遇到老师有点像让人想皱眉的问题，我们学生就常常检举。拜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开公听会，检视性平教育的困境。学生代表认为，这几档因为 MeToo 事件，学生愈来愈有性别的意识。虽然这是进步的代表，但是也有教师工会表示，案件增加无一定就是代表校园的性平出问
问题。有老师就怨讲有一寡师生的冲突，学生卡袂到就去通报性平委员会。一届调查就是2个月起跳，而且原因有当时足莫名其妙。咱一个国中老师的代志，伊伫课堂中伊上课的时阵要教囡仔一寡性的知识，伊就甲学生讲有关于 A 片这个物件，囡仔听到 A 片，伊就感觉讲伊无爽快，伊就在告老师。有时候只是单纯家长对老师的不谅解，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要去提告，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老师就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们可能就提离职。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老师代表，拢认为性平委员会有存在必要，但是伊若呼吁教育部爱定出明确规则，甲教学专家和性平事件调查分好清楚。教育部处长朱俊忠也专程参与公听会，也讲到真侪无同的观点，会早登去研究，互校园性平的制度更较完整。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这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这长照的服务人数呢，已经有5万多人，平去年搁加43.5%。也毋过，其实这长照的人力呢，煞干那增加3成尔，这是对袂着需求的。有民间团体是来建议，这卫福部应该着爱检讨长照的政策，提出配套的措施。因为卫福部是回应讲，明年这长照3.0就会来实施，会先来试办长照包裹式的支付。台湾人口老化问题真严重，长照服务的需求逐年增加。2021年的长照服务人数是38000多人，成长到2024年的55000多人，增加程度有43.5%。不过，照顾服务员的人力却敢若成长30.7%。民间团体烦恼长照体系出现结构性人力同起并的问题。我们以前一个服务员，他可能负责5到6个家庭，但现在就这个113年的平均全台平均数字是10.8，所以表示需求的这个人口非常多，可是我们的服务员增补慢。立法设定相关的这些规定，去定期去检讨我们的一些标准或者是一些法规制度，或者是有一些奖励补助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因应我们的这个物价水平，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民间团体表示，长照服务使用量上悬，上需要人力的居家照顾服务，照顾人力的成长是重点。少年人无愿意投入，产生老人顾老人的问题。因呼吁卫福部应用明年特别上路的长照3.0，应该马上开检讨会，检讨给付的标准，避免人力流失，才会让长照3.0解决卡无拄大锤就变卡刀。针对在支付的方式来说，可能会先从示范包裹支付的方式，照顾的连续性上面，那在照顾的温度跟服务的品质上面，是不是能够从这样子的包裹支付来去做一个好的品质的一个提升？民间团体建议，长照给付的标准应该对应即卖物价，才当加人侪落好条，也吸引少年人加入。立委是认为讲，若是因为长照服务人力无够，低数少年人爱时头路长期照顾时代，恐惊也毋是外界希望的结果。公视新闻参报道。再来看这落雨小阵拍到当呢，已经要4冬的时间过啊，这百姓的生活有影是受到真大的冲击。有媒体是报道讲，其实伫罗西亚一寡正高级的店头呢，即马是一个一个拢咧收打。专家是来分析讲，这战争甲国际制裁，互民众消费能力大求水。店门口大大的标示写出租，也是打告示，表示当咧征收。伫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的好野人社区主教祠堂，较早太多家拢是穿名牌、开名车的好野人。毋过在地民众观察到，当地开的店家当咧大洗牌。根据统计，今年伫这个社区就有16间高级餐厅关门，背后搁再开的拢是消费较低的连锁咖啡厅。Сначала у нас открывались здесь рестораны для супер какой-то элитной публики. Теперь эти рестораны закрываются, появляются какие-то, не знаю, полуфриков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злетело, и поэтому вы видите, сколько ресторанов сейчас ушло. 经济顾问公司分析，战争地区国内通货膨胀和成本压悬，业者感觉压力真大。Также есть глобаль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например, высокая стоимость заемного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высокая ключевая ставка. Затраты на персонал растут. И также, в принципе, общая платеж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и в том числе т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иходит на патриаршие. 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指出，虽然罗西亚透过出口石油甲战争的支出，和经济成长率保持伫一定的水准，但是伫咧石油收入减少、债务增加以及欠缺国外投资的情形下，看来一切正常的罗西亚经济其实是用要倒去啊。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下晡晡的天气，接落来甲时间交予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北部阁有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其他的所在透早透暗嘛会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真多谢唐阿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